咁我介紹翻自己啦，我係嚟自社區健康服務部嘅護士，我姓蘇嘅，咁都可以叫我 Jimmy 啦，因為在座都係同志啦，又或者義工朋友。咁我就係 Jimmy，咁係今日嘅講者。今日嘅題目啦，個內容就係關於咧伊波拉病毒病同埋登革熱嘅。事不宜遲啦，我哋就即將開始啦。我哋今日會分做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就先講伊波拉病毒，另外一部分咧就係講登革熱。好，最近咧都大家聽到好多新聞啊，或者可能有啲資訊啦，我都講到伊波拉好嚴重喎。咁究竟知唔知大家咩係伊波拉或者咩係伊波拉病毒病咧？咁講少少由來先。其實咧，伊波拉咧喺1976年咧係首次出現嘅。咁伊波拉病毒啦喺1976年嘅時候咧，其實同時喺非洲有兩個地方出現咗一個比較嚴重嘅疫情，奠定咗咧其實我哋只係而家喺流行病學對於呢個伊波拉病毒嘅一啲研究咁樣。咁當時有兩個地方啦，分別就係蘇丹南部啦、恩澤拉嘅地方，另外一個咧就係而家大家聽得比較多嘅地方就係剛果民主共和國啦。咁咧點解伊波拉病毒病啦會以伊波拉做命名咧？其實伊波拉病毒啦，佢個名稱咧其實係源由自一條河叫做伊波拉河。咁當時咧喺剛果就爆發咗一個致命嘅疫情，其實係好靠近咧一個伊波拉河㗎。咁就為咗當時都有大量嘅居民死亡啦，都令到當時嘅醫學界都比較震驚。咁但係當時其實主要發生呢個疫情嘅地方係一條村莊，咁但係我哋當時就為咗唔想條村莊被污名化啦，咁所以嘅一啲科學家就決定用喺附近嘅一條河嚟做命名呢個病毒，就係因此咧呢個病毒就命名做伊波拉病毒啦。好，咁其實成個大家都可能比較關心啊，死啦！究竟會唔會即係自己容易受到感染咧？又或者其實伊波拉病毒嗰個傳染嗰個途徑啊，或者方法係點咧？咁樣其實咧，伊波拉喺自然度咧係有一個宿主嘅，就係一個果蝠，即係一種蝙蝠，即係蝙蝠類嘅動物啦。咁其實咧，果蝠係伊波拉病毒嘅自然宿主。咁病毒其實呢啲伊波拉病毒啦，會喺果蝠上邊共生啦。咁呢啲蝙蝠咧係即使有呢啲病毒都好啦，都唔會有一啲病徵。咁但係如果我哋幾時會即係呢個病毒會去到我哋人度咧？其實就係當一啲人類啦，以前會捕獵一啲野生嘅動物啊，又或者處理或者食用咧受到感染嘅一啲野生動物，可能以前有啲猩猩啊、馬騮啊，或者一啲羊或者豬咁樣。咁我哋人咧就會咧初次咧感染到呢一個伊波拉病毒啦。咁呢個就係咧我哋第一個階段，就係咧啲病毒就由動物啦傳咗俾我哋人啦。咁啦，當我哋有人受到伊波拉病毒感染之後咧，咁如果咧就會有機會出現人同人之間嘅傳播。咁呢個傳播係點樣發生嘅咧？咁樣就如果當我哋人同人之間透過直接接觸患者嘅血液、分泌物、器官、體液，或者接觸一啲受污染物品，例如一啲針啊，或者一啲我哋常見嘅床單、被鋪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咧將一啲伊波拉病毒由一個人咧就傳咗俾咧另外一位人士啦。咁而伊波拉病毒咧，其實就唔會透過空氣傳播嘅，主要就係透過啱所講啦，係透過直接接觸病患者嘅一啲分泌物啦、體液或者血液先會受到傳播嘅。對於呢個伊波拉病毒啦，我哋臨床上啊有啲咩嘅情況，大家需要注意同埋關心嘅咧？咁其實咧，我哋成個伊波拉病毒嗰個發作咧，其實可以分做即係呢4個階段。第一個就係潛伏期啦。咁其實當我哋如果人啦感染到或者接觸到伊波拉病毒嘅話咧，其實我哋首先咧會經歷一個潛伏期嘅。咁呢個潛伏期嘅時候咧，即係換言之，我哋係冇一啲病徵啦。咁究竟呢個潛伏期會有幾長咧？咁樣咁暫時見到嘅數據啦，又或者一啲資料，甚至乎咧，即係香港即係衛生防護中心所發出嚟嗰個指引都係咧，其實我哋嗰個潛伏期咧，現時咧係大約維持喺2日至到21日不等，其實係有差唔多3個星期嘅。換言之，我哋都要留意呢個潛伏期啦，個時間都幾長，就好似啱咁講，就係平均2至到21日。雖然呢個潛伏期就好似比較長啦，咁但係大家放心就係咧，如果當喺潛伏期期間，如果患者即係嗰個感染者啦，係冇任何病徵嘅話咧，其實佢本身咧係唔具備傳染力嘅。換言之，係冇呢個症狀，即係冇傳染性嘅潛伏期期間咧，嗰位感染者係唔會有呢個傳播力嘅。咁因此咧，其實都有個困難，就係咧，我哋醫護人員啦，或者一啲公共嘅衛生機構咧，有啲難咧去篩查到咧一啲具有潛伏期嘅人士啦。一般嚟講啦，我哋啱講就講咗潛伏期啦。咁其實咧，大部分嘅患者啦，喺感染之後咧，平均8至到10日就會開始病發㗎啦，即係會出現病徵。咁何謂開始病發咧？就即係我哋講第二個階段，就係一個初期嗰個症狀嘅階段啦。我哋嘅身體咧會突然間發高燒啦，個人會開始
疲倦。另外啦，我哋全身嘅關節啊，同埋啲肌肉咧都會覺得極度酸痛。咁除此之外咧，有機會伴隨住一啲劇烈嘅頭痛啊，甚或乎呢一啲嚴重嘅喉嚨痛。咁記住啦，如果當我哋嘅身體出現咗呢啲症狀嘅時候咧，嗰個感染者咧就會具備呢個傳染力㗎啦。即係換言之，我哋就有機會透過一啲接觸啦，而會將我哋嘅伊波拉病毒咧就會傳俾我哋另外一位嘅人士。咁啊，大家啱都見到啦，即係譬如高燒啊、攰啊、關節痛或者肌肉痛咧，呢啲症狀咧其實同普通流感咧會比較相似嘅。咁所以好多人啊、好多朋友啦，又或者可能一啲醫護人員咧都難以咧察覺到咧呢個係一個初期即係伊波拉嘅一個病徵。咁如果當我哋經歷咗呢個初期嘅症狀階段之後，而我哋個病徵或者嗰個病毒繼續發展落去嘅話咧，我哋有機會就會進入咧中期嗰個症狀嗰個階段啦。咁喺中期症狀嗰個階段咧，其實我哋會經歷多啲嘅病徵啦。咁除咗初期嘅症狀之外咧，我哋有機會出現啲咩症狀咧？咁樣咁其實我哋可能會有嚴重嘅嘔吐啦，有機會一啲腹瀉啦，而我哋嘅腹部咧係會劇烈嘅疼痛嘅。咁有機會出現啲紅疹，甚或乎咧會出現啲肝腎功能衰竭。咁所以其實嗰個症狀就會更加嚴重。咁去到比較後期嘅情況會點樣咧？咁樣咁如果我哋都冇一啲合適嘅治理或者即係發覺嘅話咧，有機會出現一啲晚期嘅症狀，而晚期嘅症狀係會比較嚴重嘅，常見包括出血或者休克啦。例子就係咩咧？我哋有機會出現體內嘅出血啦，又或者體外嘅出血。咁我哋見到嘅出血咧，例如可能係牙齦啦，一啲皮膚上表皮容易有啲血液啦，甚或乎咧大便都會有血液。咁呢就係我哋體外比較容易見到嘅一啲情況。咁但係體內嘅出血咧，我哋難以察覺嘅。咁所以都係一個比較擔心。咁我哋最終啦，點解病人會死亡？就係因為會多重嘅器官衰竭啦，又或者可能會配上呢個失血性嘅休克就會死亡啦。所以咧，我哋見到我哋成個嗰個臨床嗰個情況就係我哋會有一個潛伏期，潛伏期咧係冇傳染力嘅。而我哋係好難察覺到呢一個情況。咁去到初期嘅症狀咧，係會比較同流感相類似，最多咧有機會容易我哋忽略到。但係去到中期啊，甚或乎晚期咧，我哋先會容易比較辨認到咧呢一個係屬於伊波拉嗰個病症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有即係睇到一啲新聞啦，其實都聽到就係伊波拉病毒呢個病啦，其實都比較恐怖。咁原因係點解咁恐怖咧？因為咧其實喺全球平均嗰個死亡率咧係達至到50%嘅。咁其實我哋就望到咧，伊波拉病毒病其實都係屬於咧世界上其中一個比較致命嘅病毒疾病之一。咁當然啦，其實如果大家都有留意新聞，就其實伊波拉病毒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分支。咁陣間都會同大家分享。包括而言就係咧，其實平均有50%嘅死亡率啦。咁其實我哋望翻即係過去之前嘅一啲爆發咧，我哋發覺啊，呢個伊波拉病毒所導致嘅死亡率嗰個幅度都有啲大嘅。咁平均可以由25%去到90%。咁點解會有咁大嘅分別咧？其實究竟伊波拉嗰個病死率幾高咧？其實取決於當時比較流行嘅病毒株係邊一個種類啦，再配合埋當地嘅一啲醫療體系有冇足夠嘅篩查啊，有冇合適嘅醫療治理，以及咧包括一啲即係當地居民接受嘅程度咧，都係會有影響咁樣。咁就如果我哋能夠及早介入啦，又或者用一啲合適嘅治療嘅療法嘅話咧，其實可以大大減低死亡率嘅。咁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新聞都知，其實剛果民主共和國而家就爆發緊伊波拉嘅疫情啦。其實佢哋當地其中即係面對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就係咧，其實當地居民咧唔係好配合即係政府做嘅一啲防疫工作喎，即係可能做嘅一啲治療，咁結果咧都會導致當地有個比較嚴重嘅爆發。咁啱啱提及過啦，其實伊波拉病毒病嗰個致死率啊高唔高咧？其實都取決於咧當時即係爆發嘅伊波拉病毒嘅病毒株係邊一個種類。咁其實暫時啦，地球上邊咧有6種我哋已知嘅伊波拉病毒株。咁最嚴重嘅病毒株咧係叫做第一行啊，就叫做扎爾爾伊波拉病毒株啦。咁其實我哋仲有其他類型嘅，例如叫做蘇丹嘅伊波拉病毒株啊，或者塔爾森納伊波拉病毒等等。咁我就唔特別全部同大家詳細咁講咁樣啦。咁咧，而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其實我哋今次咧呢一轉啊爆發嘅疫情咧係屬於第3個，叫做班迪布焦伊波拉病毒株呢個情況。咁我哋同其他伊波拉病毒株相比啦，其實咧呢個伊波拉病毒咧，佢係屬於即係對於人體嘅致病性咧係中等嘅。
咁平均嘅病死率都有成即係差唔多30%至到3成半左右。咁呢一個班迪布焦伊波拉病毒其實咧就係喺2007年啦，第一次喺烏干達一個地區叫做班迪布焦區被確認。咁而我哋今次爆發咧，正正咧就係班迪布焦型嘅伊波拉病毒啦。當然咧，其實我哋仲有其他類型嘅伊波拉病毒嘅，咁有啲會可能對於人體嘅致病性比較低啦。咁但係我哋針對翻咧，我哋今次即係而家剛果民主共和國比較流行嘅呢一個病毒株咧，其實就係屬於中等，而嗰個平均死亡率咧係有差唔多3成至到3成半左右。好啦，咁其實時間線係點咧？咁其實世界衛生組織啦，其實早前都已經宣布咗啦，而家呢個伊波拉嘅疫情已經構成咗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即係換言之，其實啦，佢嗰個疫情都需要去做一啲介入㗎啦。咁現時啦，疫情主要集中喺剛果民主共和國嘅東部啦，同埋烏干達。咁由於咧，啱啱都提及過啦，當地嘅人口流動比較大啦，再加埋可能即係當地嘅人口咧未必好配合政府嘅一啲防疫嘅工作，正正咧就會令到而家嗰個防控咧係接受個挑戰㗎。咁因此其實都會對於當地嘅一啲人道情況啊，都有啲危機。咁再配合埋即係可能即係當地有一啲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啊令到成個嗰個防控咧係好大挑戰。嚟多一次啦，咁今次咧爆發嗰個病毒株咧係屬於叫做本迪布焦嘅病毒株又引起嘅。咁呢個病毒株咧其實比較特別㗎，而家全球咧係冇一個核准嘅疫苗啦，或者一啲特效藥去俾我哋做治療㗎。咁所以咧，對於我哋前線嘅醫護人員啦，佢對於處理呢一個病毒咧都有個挑戰性。咁但係最新都有啱啱都出過一啲新聞，就係咧，其實好多地方即係都開始咧研發一啲相應嘅藥物。咁香港啦，去到而家我哋本地嘅情況，咁我哋香港做咗啲咩去即係針對伊波拉嗰個爆發咧咁樣？咁其實咧，特別行政區政府已經就住伊波拉病毒嗰個情況啦，開始咗戒備嘅應變級別。換言之咧，醫院管理局以及其他嘅衛生部門啦，都會咧多加留意伊波拉病毒有冇傳入香港嘅風險。同時間啊，保安局啦都就住對剛果民主共和國咧發出咗紅色嘅外遊警示，咁都呼籲市民咧，如非必要咧，都唔好前往即係剛果呢個地區，咁啊以防感染呢個疫症。咁與此同時咧，其實即係衛生一直以嚟啦，伊波拉病毒咧喺香港都係屬於法定需要呈報嘅傳染病啦。咁任何疑似嘅個案咧，都需要立即通知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做呈報，並且咧盡快隔離，以確保呢個迅速嘅應對。咁其實衛生防護中心都發出咗一啲文件俾醫護人員啦，都提醒翻針對佢哋嘅外遊啊，或者一啲接觸史咧，需要多加處理。咁如果當發覺有一啲疑似嘅個案咧，就需要即時呈報，咁就並且咧做一啲隔離嘅措施。另外啦，其實香港都比較多飛機去升降啦，其實係一個國際航空樞紐嚟，咁所以香港都有呢個潛在境外輸入嘅風險。其實政府就加強咗口岸嘅健康篩查啦，咁同時間咧都做咗一個跨部門嘅演練嘅。咁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消防處嘅 Facebook 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消防處嘅 Facebook 咧，其實佢近前一兩日啫，應該就係聯同咗機場衛生防護中心同埋衛生署嘅港口衛生科以及醫管局咧，做咗一次針對伊波拉病毒嘅一個演練啊，咁啊確保咧啲所有嘅政府部門都清楚知道咧，當遇到伊波拉病毒嘅時候，應該可以點樣應對啊？我哋現時咧香港咧係目前咧係冇一啲已經註冊咗伊波拉病毒嘅疫苗嘅，咁所以喺即係市民咧係冇辦法喺香港咧接受一啲伊波拉病毒嘅疫苗啦。咁而世衛其實有一啲認可嘅伊波拉疫苗嘅，咁但係提醒翻就係咧，而家世衛認可嘅疫苗咧都係針對我哋一開始講嘅第一類叫做扎爾伊型嘅伊波拉病毒，而並不是咧針對咧我哋今次所爆發嘅病毒株啦。如果發覺有一啲確診或者感染個案嘅話咧，其實個治療方法都係及早透過一啲水分或者電解質嘅補充啦，一啲針對性嘅支持療法，並且咧將我哋嘅患者放喺一啲隔離設施度接治療啦，並且需要一啲口服或者靜脈注射嘅電解質，係啦。咁最緊要咧就係將佢盡快隔離啦，防止呢個擴散同埋人傳人嗰個情況。表面上即係喺其他地區有冇一啲核准嘅藥物嘅咧？其實係有嘅。咁喺2020年嘅年底咧，其實美國 FDA 係批准咗2種嘅藥物，但都係啦，當時嗰個藥物都係針對伊波拉病毒嘅感染啦，都唔係咧今次我哋爆發嘅一個感染嘅。
咁其實我哋前線同事啦，即係無論同事又好啦，或者義工都好啦，我哋都會服務我哋唔同嘅受眾啦，甚至乎有啲部門咧都會深入到我哋嘅社區啦，去服務我哋嗰個市民。咁所以咧，無論係針對市民又好啦，我哋都有啲建議啦，就係啦，我哋要確保我哋手部嘅衞生。啱啱提及過啦，我哋伊波拉病毒嗰個感染途徑係透過直接接觸病患者嘅一啲體液啦、血液或者分泌物，甚或乎咧係一啲受感染嘅物品啦。然後咧，我哋再將呢啲感染嘅病放翻入我哋人體嘅黏膜，我哋先會感染到㗎。換言之咧，我哋只要定期做翻手部衞生，係接觸我哋黏膜，包括眼、耳、口鼻之前，用梘液洗手啦，又或者含70至到80%嘅酒精搓水液清洗咧，其實已經足夠做到防護㗎啦。換言之，所有人都係啦。如果當我哋要掂我哋嘅眼、耳、口鼻之前，做翻一個標準嘅洗手7步曲，最少20秒，其實咧已經係足夠咧可以殺死咧我哋手上邊嘅一啲伊波拉病毒㗎啦。另外咧，我哋要避免接觸啦我哋一啲發燒嘅人士啦或者病人嘅。另外啦，如非必要就唔好就咁接觸我哋病患者嘅血液啦、體液或者受污染嘅物品。同時間咧，我哋唔好亂咁接觸一啲野生嘅動物。咁喺飲食方面啦，如果咧我哋買咗一啲食物嘅話啦，都係一般嚟講都係要徹底煮食先好進食啦。特別係肉類產品，一定要徹底煮熟先可以進食嘅。同時間，我哋去外地旅遊嘅時候咧，就切忌進食一啲野味啦，因為都有呢個傳播嘅風險。咁另外啦，如果我哋從受影響嘅地區返香港21日內咧出現發燒或者相關嘅病徵咧，應該就盡快求醫。而同時間咧喺我哋求醫嘅時候，應該主動向醫護人員通報翻我哋嘅外遊記錄啦。如果係有啲嚴重嘅情況咧，我哋可以直接致電999，同埋同我哋嘅急救人員講明咧，我哋有一啲接觸史，咁佢都會有一啲特別嘅安排嘅。咁點解21日咧？因為啱啱都提及過啦，我哋呢個伊波拉病毒病嗰個嘅潛伏期咧係有2至到21日嘅。咁所以係如果喺21日內咧翻到香港，特別喺疫區嘅話咧，出現相關病症，就要盡快求醫啦。喺個人防護措施方面啊，我哋如果有啲同事或者有啲義工係屬於即係比較前線嘅同事，即係可能每日都要去一啲社區度工作嘅話咧，咁記住啦，一定要定時定候洗手啦。確保咧，我哋手掌、手背、指罅同埋指甲咧都係清潔乾淨嘅。咁我哋要跟翻我哋嘅洗手7步曲，係啦，確保我哋每一個部分啦都係洗手乾淨。咁如果咧我哋喺一啲地方冇辦法有梘液，又或者清水洗手嘅時候，而我哋雙手冇明顯嘅污垢咧，就必須要使用咧含有70%以上酒精嘅搓手液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同事真係或者義工喺前線工作嘅時候咧，都要確保咧你係有一支即係搓手液隨身啦，又或者確保一啲地方係被你清潔雙手嘅，咁就以防咧容易受到感染。咁如果真係好難揾到一啲即係清潔嘅源頭嘅話咧，咁啊切記咧喺洗手前咧就掂我哋嘅黏膜，即係包括我哋嘅眼耳口鼻啦。咁啱提及過喺未清潔雙手之前，切記咧就掂我哋嘅眼耳口鼻啦。咁另外咧有時都見到㗎，我哋做前線服務咧都會見到一啲朋友仔都好中意掂自己嘅口罩喎。咁啊，千祈咧就唔好成日接觸自己嘅口罩表面啦。咁另外啦，如果我哋做前線服務嘅時候咧，如果我哋皮膚有任何破損或者傷口，甚至乎流血嘅話咧，就必須咧要消毒好啦，並用一啲防水嘅敷料咧去覆蓋。特別咧係譬如一啲手部嘅地方咧，就一定要妥善包裹，以防咧因為病毒咧會透過我哋嘅傷口咧入侵我哋嘅身體啦。如果外展嘅同事記住啦，喺我哋接觸一啲懷疑即係有症狀之前啦，即係例如發覺有啲發燒，或者都發覺佢有其他嘅病症嘅市民嘅時候咧，我哋喺未穿戴合適嘅個人防護裝備之前咧，就盡量同佢哋保持翻距離。咁直至咧我哋佩戴合適嘅個人防護裝備之後咧，我哋先可以同佢哋做翻一啲直接嘅接觸啦。咁另外就係咧，如果大家喺服務嘅過程入邊咧，會產生一啲受沾污嘅醫療廢物嘅話咧，必須要跟翻醫療廢物處理程序，例如啦，將防護裝備或者受污染嘅醫療廢物放喺紅色醫療佛膠袋啦，並咧擺喺一啲即係帶有生物危害標誌嘅專用容器入邊，咁就防止咧呢啲物品咧會散播開去。咁究竟我哋應該佩戴咩嘅個人防護裝備咧？咁其實衞生防護中心都出咗一個指引嘅，譬如針對一啲緊急部門啦，佢哋應該佩戴咩類型嘅防護裝備？一啲喺門診，甚至乎咧一啲喺醫院隔離設施嘅醫療人員啦，都有一個需要佩戴醫療個人防護裝備嘅一個指引嘅。咁常見啦，我哋都需要根據翻我哋啱好似咁講，就係我哋服務性質啦，究竟我哋係一啲隔離設施啦、一啲門診啦、前線嘅服務，定係你係做一啲緊急
嘅救援團隊咧咁樣。咁例如啦，我哋可能需要帶 N95呼吸器啦，一啲防護面罩，有機會咧需要佩戴雙層嘅手套，甚或乎咧需要着一啲防水嘅防護衣以及唔透水嘅圍裙。咁如果咧我哋都係一個好高風險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需要佩戴一個雙層手套啊，甚或乎咧會用一啲防水嘅防滑靴。咁如果大家都有望過衞生防護中心嗰個指引啦，又或者曾經都望過即係消防處公佈出嚟嘅一啲相片嘅話咧，其實消防人員即係喺最前線接觸一啲伊波拉嘅情況嘅話咧，佢哋都會甚或乎咧會孭埋一個呼吸器添嘅，咁啊確保佢哋會同嗰個病毒完全隔離啦。咁其實咧穿戴個人防護裝備係重要啦，咁但係咧其實除咧先係一個最高風險嘅環節。咁所以啦，如果當我哋需要卸除我哋嘅個人防護裝備嘅時候咧，必須要跟從咧我哋卸除個人防護裝備嘅指引啦，就唔好亂咁除，因為咧其實我哋嘅個人防護裝備有機會沾滿咗咧一啲病毒㗎。咁如果我哋唔合適地卸除個人防護裝備的話咧，反而咧會將病毒帶翻俾自己啦。例如可能我哋前線同事都有知道，譬如我哋除口罩，當我哋除口罩嘅時候，應該係除完之後就唔好再接觸口罩嘅表面啦，應該直接將佢棄置喺我哋有蓋嘅垃圾箱。如果需要戴手套嘅同事都清楚，就係可能咧我哋就唔好除手套嘅時候就唔好掂到手套嘅表面啦，應該從內而外咁除咗佢。最後啦，如果有同事都會去到一啲即係可能或者有義工朋友仔啦，因啲特別嘅需要去到區，又或者咧知道自己暴露咗喺一個風險嘅之後咧，咁都要提醒自己就係咧需要喺21日內做一個自我嘅健康監測，例如啦定時定候量體温啦，並仔細觀察自己有冇相關嘅臨床症狀。咁與此同時就係啦，如果我哋作為前線嘅同事，一旦發現到相關嘅症狀嘅話咧，就需要自我隔離，並且停止咧我哋嗰啲外線工作，以防有呢個爆發。我哋部門主要係做一個社區健康教育嘅工作啦，咁我哋都會積極咁咧同即係唔同嘅團體啦，增強翻呢個預防嘅意識，提醒翻就唔好接觸一啲野生動物，例如果蝠或者猴子，千祈咧唔好亂咁進食野味或者接觸一啲可疑患者嘅體液啦。咁另外其實衛生署咧都會定時向我哋公眾發放資訊嘅，咁就大家留意翻相關最新嘅通報，就唔好錯誤吸收咗一啲唔啱嘅資訊咧，咁而導致恐慌啦。最後就係如果我哋一旦發現咗一啲疑似嘅病例咧，就盡快將呢個即係受感染嘅人士咧移離我哋嘅群眾啦，同佢保持翻一個合適嘅距離，並且咧盡快通報緊急嘅單位啦，同通知翻救援人員咧，佢係具備伊波拉一個旅遊史或者有機會感染伊波拉病毒嘅情況。另外啦，如果我哋喺一啲即係喺比較前線工作嘅話啦，都可以問一問佢哋有冇一啲發燒啦、肚瀉或者屙嘅症狀，亦都可以主動咁問一問佢嘅旅遊史。如果喺21日內咧都明確表示自己曾經到達咗剛果民主共和國，又或者烏干達呢啲地方咧，其實都係比較嚴重嘅疑似個案啦，我哋就應該盡快咧通報俾相關嘅公共衛生單位啦。一口氣咧講咗好多關於伊波拉病毒呢個情況啊，咁啊希望透過呢一個部分咧，大家都認識多咗即係關於伊波拉病毒資訊啦，一啲傳播嘅途徑同埋何謂一啲感染即係疑似病例嘅一啲風險，以及咧我哋前線同事其實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可以透過咧勤洗手同埋佩戴合適嘅個人防護裝備咧，已經可以有效咧咁阻隔呢個傳播㗎啦。咁我都好快講一講啦，我都即係有留意過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嘅一啲文件，暫時佢哋點樣為之一啲需要停播嘅個案就係咧，第一個就係啦，如果當一個病人或者一個人士咧，佢有發燒，發燒就係指嗰個體温高過37.5度啦，又或者佢咧身體上邊有一啲不能解釋嘅出血，一啲牙肉嘅流血啊，又或者某一啲地方有一啲出血嘅情況嘅話咧，咁而佢又同時間21日內咧係接觸過一啲伊波拉嘅病人，又或者咧有一啲相關嘅旅遊史，呢啲咧已經係屬於咧需要呈報以及通報嘅個案㗎啦。咁何謂一啲不能夠解釋嘅流血咧？啱提及過就係可能指甲出血啊，又或者可能啱講嘅一啲係叫做牙肉流血，而我哋冇一啲受傷嘅機制嘅，咁都係需要大家要多加留意咁樣啦。咁我哋就去我哋第二個咧，又係最近比較流行啦，又或者大家聽得比較多嘅一個情況就係登革熱啦。好，俾隻蚊大家望下先。好，哇！隻蚊好大隻，咁咧大家都熟悉啦，呢隻係白紋伊蚊嚟嘅。咁其實咧，我琴日都有做一啲外展服務啦，我自己都見到幾隻白紋伊蚊喺我身上邊飛過，
同埋都想吸我啲血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最近咧嗰個蚊患嘅情況都嚴重啦。咁其實咩係登革熱咧咁樣？其實登革熱咧係由登革熱病毒引起嘅一種傳染病，主要透過咧受感染嘅蚊咬我哋人類，然後再傳播俾我哋嗰個人嘅。咁現時咧登革熱嘅病毒咧係有4種唔同類型嘅血清型，每一種血清型咧都可以分別引致一啲輕微或者嚴重程度嘅登革熱。咁咧，如果當我哋首次感染登革熱嘅話咧，病徵通常會比較輕微。而當我哋咧喺嗰一次嘅感染痊癒之後咧，嗰個患者就會對特定嘅血清型產生呢個終身嘅免疫力㗎啦。換言之，我哋只要第一次感染咗第一類嘅血清型嘅話咧，我哋往後就會對嗰一種嘅血清型嘅登革熱病毒咧就會有免疫。但係不過啦，如果我哋隨後再次感染其他血清型嘅登革熱病毒嘅話咧，我哋就會容易咧引發一啲重症登革熱嗰個情況。咁所以呢個就係咧登革熱嗰個背景資料啦。好，咁啊，登革熱嘅流行情況係點咧？咁樣咁其實登革熱咧常見喺一啲熱帶啦，又或者亞熱帶氣候地區發生，亦都會喺城市或者半城市地區發生㗎。咁佢嗰個流行啊，同氣候啦，以及城市嗰個發展咧有密切嘅關係。咁當然啦，最大關係就係咧蚊蟲滋生嗰個環境啦。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即係嗰個資料顯示啦，其實登革熱咧喺全球嗰個發病率咧係喺過去嗰20年咧有顯著嗰個上升嘅。咁咧都會構成咗比較危險啦，同埋一個重大公共衛生嘅挑戰。咁即係資料顯示啦，其實喺即係成個地球上邊咧，有一半嘅人口咧都面臨咗登革熱感染嘅風險。咁估計啦，我哋每年有1億至到4億人嘅感染。大家都知道啦，今日都黑雨啊，係咪啊？咁其實咧，我哋過去呢幾個星期啊，都枕住咁落雨啦，有啲地方會有水浸啊，甚或乎咧會有積水。咁其實大家都望到就係啦，再加上咧，我哋5月啊至到6月呢個時間咧，個溫度咧係都明顯咧有上升。咁喺呢個溫度上升配合埋雨季，同埋雨量明顯增加嘅時候咧，呢個環境咧係絕對有利咧呢個蚊蟲嘅生長同埋繁殖，咁因而咧導致我哋白紋伊蚊嘅繁殖增加啦，係大大增加咗咧我哋登革熱感染嘅風險㗎。再加上如果我哋積水啦唔能夠有效咁清理嘅話咧，其實就會容易咧令到蚊蟲嘅滋生更加嚴重啦。咁我哋本地輸入個案啦，其實咧我哋最近其實截至6月4號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咧暫時就錄得咗22宗嘅登革熱個案，咁當中咧有2宗為本地登革熱個案，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指咧佢哋喺潛伏期間咧係冇去過外遊嘅。換言之咧，呢啲嘅登革熱個案咧係本地。同時間咧，我哋有20宗嘅輸入個案。咁咧主要都係受到其他鄰近東南亞國家嘅感染啦，例如係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或者越南。咁有本地嘅登革熱嘅個案係指咩意思咧？其實就係指咧，其實本地咧已經有呢個登革熱嗰個病毒存在㗎啦。咁只係嗰個未有一個好嚴重嘅爆發。咁但係都係值得咧，我哋大家要關注嘅。其實植物環境衞生署啦，定時定候咧都會發佈一啲叫做有蚊產卵指數啦，同埋有蚊氣嘅指數。大家又估唔估到最近啊邊個地區嗰個有蚊指數比較嚴重咧？咁其實咧，我哋又睇一睇啦。咁其實咧，食環署咧其實會喺咧全港啦60幾個地區啦，會放置一啲有蚊器嘅，咁就去咧捕捉一啲蚊蟲啦，睇一睇翻佢哋嗰個繁殖嘅情況。咁咧監察期咧就2個星期，咁就每個星期會收集一次，結合翻咧2個星期嘅數據，就會分析到當時咧我哋嗰個蚊患嗰個情況係咪嚴重啦。咁其實根據我哋6月份嗰個數據啦，其實我哋發覺有啲地方嗰個情況都係比較嚴重啦，例如區粉嶺南啊，即係粉嶺嗰邊啦。其實咧，佢哋喺第一階段嗰個有蚊氣嗰個指數都會上升到成31.8%，咁都係一個比較高嘅情況，咁都比較嚴重啦。咁其實同時間咧，啱啱啫都再望多一次咧，除咗即係呢個粉嶺南啊比較嚴重之外咧，其實我都發覺長沙灣區啦，又或者深水埗啦，其實都有呢一個咧比較嚴重嗰個有蚊嗰個情況。咁所以如果咧我哋居住喺有蚊指數比較高嘅地方咧，我哋就要更加咧注意呢個防蚊措施，以防咧我哋因為蚊叮嘅情況啦而感染呢個登革熱。咁其次就係油塘啊、茶果嶺都有啲比較嚴重嘅情況。咁咧呢個數字咧，食環署係不斷咁更新嘅。咁每一區嗰個更新情況會有啲會有延遲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喺當區服務嘅同事嘅話咧，都可以留意翻
嗰日即係你即將去嗰個地方嗰個有蚊指數高唔高，然後做翻一啲相應嘅措施，要保障翻我哋前線嘅同事以及我哋嘅義工啦。咁其實究竟我哋點樣睇呢個有蚊氣指數嘅咧？其實我哋分做4級㗎，綠色啦、黃色啦、紅色啦同埋紫色。咁呢幅圖係咩意思咧？大家都望到熒幕上面有幅圖，其實就係指咧我哋最近幾個月啊，由今年2026年1月啦、2月去到5月嘅時候咧，有幾多個嘅有蚊氣咧有呢個上升嘅情況。其實我哋望到咧，去到4、5月嘅時候咧，有20個有蚊氣咧已經咧去到一個需要處理，即係需要關注嘅級別咁樣。換言之咧，因為去到雨季，再加埋氣温上升咧，係的確咧令到我哋蚊蟲滋生嘅風險咧會大大增加。咁再提多次啦，如果當同事或者義工，我哋計劃一啲服務嘅時候，要去某一啲地區咧，都可以咧留意翻食環署喺嗰個月啦發布嗰個有蚊氣指數，究竟嗰個服務地區會唔會有一個蚊患嘅風險？如果真係有嘅話咧，就配合翻我哋應間會提及嘅一啲預防措施啦，減低我哋前線員工同埋職員或者義工咧受到呢個登革熱嘅風險啦。咁究竟個指數係咩咧？啱講過就係綠、黃、紅、紫啦。其實我哋會分做4個級別嘅。咁個數字越大啊，即係有蚊氣指數數字越大咧，就代表嗰度嗰個地區嗰個蚊患就係最嚴重啦。咁啱啱講啦，譬如用翻啱嘅例子就係粉嶺嗰個區域嘅話咧，其實去到紅色㗎啦，係31.8%，去到第3級別都係比較都比較緊張嘅數字咁樣。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啦，綠、黃、紅、紫呢4個級別，咁個數值越高咧，就代表咧當區嗰個蚊患嗰個情況最嚴重。咁我哋就要做多少少咧一啲預防嘅措施，保障翻我哋嘅。好，咁傳播途徑咧，其實登革熱咧又好似好恐怖咁啦。其實咧佢係唔會人傳人嘅，即係換言之，即使啦我感染咗登革熱都好啦，其實我唔能夠直接將個登革熱呢個病毒咧傳播俾即係我身邊嘅朋友仔或者身邊嘅同事。其實咧登革熱點樣傳播嘅咧？其實係要透過蚊嘅。當一隻蚊針咗一個帶有登革熱病毒嘅病人之後啦，嗰啲病毒咧就會去一隻蚊度，然後當隻白紋伊蚊或者蚊啦再釘第2位人士之後咧，嗰啲病毒就會透過隻蚊咧先會傳播開去。咁所以咧，預防蚊蟲咬咧係一個最好咧去預防登革熱嘅一個情況。而白紋伊蚊係常見咧可以傳播登革熱嗰個蚊啦，而呢一個白紋伊蚊咧係屬於香港咧最常見嘅一個蚊種啊。咁所以咧，食環署以及一啲即係公共衛生嘅部門咧，都會好關注咧呢個白紋伊蚊嘅一個增長嗰個情況啦。咁登革熱有啲咩症狀咧？最常見會發高燒啦，會容易有呢個劇烈嘅頭痛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特徵就係佢會眼窩痛啊，即係叫做眼球後嘅疼痛，會有肌肉或者關節痛，容易作嘔作悶啊，甚至乎咧會有啲皮疹嘅。咁大部分咧登革熱嘅患者個症狀都好輕微，甚至乎冇症狀。如果有症狀嘅話咧，會1至到2個星期就會好轉㗎啦。不過極少數嘅情況咧，登革熱會導致一啲嚴重嘅情況。咁最嚴重咧係會死亡嘅。如果有症狀嘅話咧，通常都係喺感染之後4去到10日內出現啦。並且維持咧大約2至到7日嘅。好啦，咁我哋登革熱就啱嗰啲情況都叫做輕症啦。咁其實咧，我哋最擔心就係會叫做重症嘅登革熱啦。咁其實咧，重症登革熱就係指咧由登革熱所引起嘅一啲併發症啊。咁最差係會死亡啦。咁啱提及過啦，初次感染嘅人士咧，通常個症狀唔大嘅，通常都係第2次感染，即係另外一類血清型嘅登革熱嘅人咧，佢罹患呢個重症登革熱嘅機會就會大大增加啦。咁重症登革熱嘅症狀咧，通常就會喺退燒，即係個發燒情況啦，去咗之後咧先會出現嘅。咁有啲咩情況咧？包括會有腹痛啦、呼吸急促啦、容易攰啦，亦都會係有一啲出血嘅情況，例如牙齦或者鼻出血，甚至乎咧會嘔血或者有啲大便出血嘅情況。咁同樣地咧，其實就係有啲叫做咧唔正常嘅出血咧，就係我哋重症登革熱最擔心嗰個狀況啦。咁啱啱講過啦，登革熱咧現時係冇一啲藥物咧係可以對抗到呢個病毒嘅。咁最有效嘅方法就係2個，第一個就係咧我哋唔好俾蚊咬。係啦，咁就啱講過啦。我哋登革熱病毒呢個情況係唔會人傳人嘅，只可以透過蚊傳俾另外一個嘅人士。咁所以咧，我哋做好一啲個人嘅防護，就係啦，譬如喺一啲草叢多嘅地方，又或者積水多嘅地方啦，我哋要着一啲淺色嘅長袖衫褲啦，避免俾蚊蟲叮咬。另外啦，陣間都會講到嘅，可能我哋需要噴一啲驅蚊劑啦。另外一個方法就係咧環境控制，就係希望清除一啲積水啦。杜絕蚊子滋生，當中包括就係可能定期清理花盆嘅底盤啦。如果譬如我哋大樓嘅有一啲排水渠，可能就需要定時定候清理排水渠，確保冇積水啦，就防止咧有蚊蟲滋生啦。
咁咧，我哋防蚊嘅要訣係點咧？啱講過啦，清理室內外嘅積水啦，咁就防止呢個蚊啊嘅滋生同埋繁殖嘅。另外啦，喺雨季嚟到嘅時候，咁如果有一啲渠道嘅話咧，要疏通翻。咁如果我哋外出做服務嘅時候，就盡量着翻啲淺色嘅長袖衣服啦。雖然知道咧，即係夏天會好熱啊，係啦，即係可能會好辛苦啦，咁樣着長袖衫，但係就盡量着一啲淺色嘅，同埋薄身少少嘅衣物。雖然可能會擔心，即係會唔會有啲就算有啲朋友都講過，就係啲衫薄喎都會俾蚊叮到。咁但係咧，最起碼着長袖衫咧可以減低俾蚊針嘅風險。咁如果我哋室內有啲即係花嘅話咧，咁都需要定期去換水啦。咁如果當發覺有唔舒服嘅話咧，就要盡快求醫，同埋咧就告知即係同翻醫護人員講翻你嗰個外遊史。咩驅蚊劑坊間有好多嘅，咁盡量就用一啲含有避蚊胺嘅驅蚊劑啦，咁嗰個效果會比較理想。咁如果屋企係有嬰幼兒，未必用到含有避蚊胺嘅驅蚊劑嘅話咧，咁可能就需要用一啲其他嘅驅蚊方法啦。呢度有少少健康資訊，大家可以再做一做。咁我都同大家分享翻，其實咧我哋最近啊，即係登革熱嗰個狀況，點為之需要通報嘅情況咧？咁其實登革熱咧同伊波拉病毒都係一樣嘅，都係需要咧向衛生防護中心作一個呈報嘅個案啦。咁其實我哋最近啊，即係啱啱提及過，我哋有2宗本地嘅感染個案。咁喺邊度嚟嘅咧？咁樣第一宗就喺大埔太和村啦。而另外一宗咧就係喺深水埗嘅基隆街啊，係啦。咁呢兩個都係屬於我哋本地感染嘅個案。咁如果我哋喺特別係6月2號最新嗰一個個案咧，就喺深水埗基隆街咁樣。咁如果我哋嗰個病人或者我哋嗰啲服務對象出現一啲急性嘅發燒症狀，如果再加埋咧有以下我依家會講嘅一啲臨床嘅表徵嘅話咧，配合埋一啲旅遊史咧，我哋就需要咧懷疑佢係登革熱啦。例如佢有急性嘅頭痛啊、眼底痛啊、肌肉痛啊，又或者一啲出血嘅情況啊，或者一啲皮疹，再加上急性嘅發燒，再加上咧又去過一啲暴露史嘅話咧，咁其實咧都可以咧臨床上都可以界定做咧佢有呢個登革熱嘅風險。咁我哋都需要咧要佢盡快睇醫生啦，並且咧呈報翻咧俾相關嘅一啲機構度咁樣啦。其實我哋就有啲病毒啦，會不定時會有更新嘅，因為我哋每日都唔知道嗰個病情點樣發生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哋即係衞生防護中心都會就住咧我哋醫療環境嘅一啲感染控制啦，俾咗啲指引嘅。大家都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掃呢個，即係因為大家都 Zoom 啦，都可以掃呢個 QR code 啦。咁如果咧，我哋都想俾公眾更加清楚知道咧，即係登革熱又或者伊波拉病毒嘅話咧，其實衞生防護中心都就住呢兩個病毒咧設立咗一個專頁㗎，咁就可以大家更加就住呢個情況咧了解到最新嘅數字。好，咁咧我今日嘅分享咧就關於伊波拉病毒病咧同埋登革熱咧就到呢度啦。